地讲了好。这个大鼻康高中呢，每一年拢有足侪学生考到足好的大学。啊，毋过呢，这几年啊，学生的成绩渐渐啊，无考无好安尼，啊，评主任嘛，甲各科的老师都足烦恼的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咱来甲继续看落去。对，咱校的成绩较奇怪，进前啊几年啊成绩考到大学的比例都足悬啊，即马学生啊成绩愈来愈歹咧。恁遮老师感觉咱校的这个教学的方向是有啥物款的问题？安尼我先讲好啊啦，主任啊，我是教迄资讯管理的，吼啊，你在讲啥？资讯管理，自信管理啊，靠自信的啊。讲你囡仔无自信，你教有自资讯信？管理就是爱电脑的代志，拢是我咧教的。啊，所以吼，你教伊用电脑滚土豆呀？喂，你莫咧讲哦，有当时啊要紧翁哦，用电脑紧哦，嘛是足够的。嘿啊，莫讲迄，莫讲迄，我是讲吼，迄电脑上重要的是讲，即摆学生啊，迄教育的方式爱改一下，爱较活泼的，吼爱有互因有迄种创造力，吼，也是爱有迄做者变化的，爱做活泼的啦。所以我想讲吼，咱即摆学校是毋是会当有迄网络来教育？安尼，互学生嘛会当伫咧像咧看手机啊，安尼咧点一下哦，嘛当交作业啊，安尼上课啊，安尼啊。这爱开钱呢，我算唔知。我无要紧啊，这钱开落，安尼学生会较有听你懂。领薪水，你当然嘛不要紧。主任啊，嘿啊，我咧教英语啦吼，啊，毋过吼，我就感觉。 ，You teach English? Hey, yeah. English teacher? I'm an English teacher. Oh my god. How about English? 哈？ How 你是 about 在讲啥 English My teacher。 English is so good, and I can teach English. So, yeah, you know that. So, where are you from? 嘉义 Jai. Okay, Jai is a very good place. ，Thank you. And go ahead. And my student, you know, Yeah. they are very. 这是第二代。 OK，你不是跟我讲英语？哦，我的学生哦，伊路足无专心的啦。你知影因咧创啥无？创啥我咧上课，因拢入面，伊拢伫下骹咧写情批啦，啊，谈恋爱啦，哎安尼啦，我是感觉吼，这咱英语要结合迄戏剧，哦互因用英语来演戏。 哦，安尼较有趣味啦，才袂无聊，哎呦才专心。你袂歹哦，用英语的戏剧，互你演对对戏剧产生兴趣了，学英语，对对，袂歹。对你建议上好。袂歹袂歹，主任，我甲你报告吼，我是感觉吼，咱学校的学生哦，即站愈来愈无精神啊。我感觉吼，爱甲我永存伫军校迄套吼搬出来，用伫咱学校。我是建议吼，对后礼拜开始吼，咱着逐工透早上课的时阵先走5000啦哦。哦，下课之前搁走5000，你感觉安怎？我是无来，这个做研究，你走5000来，就佮忝着佮困呢。买啦买啦，我这研究，早早有精神给偌好诶。我有一工去遐顺咧，迄教室安尼顺，我看一间，哎呀，咧庆烟了。青年，会烧哟，我咪讲像火烧了，我是讲要敲电了，毋是啦，第一教室的主会哥。哈，这咸啦，安尼班的这啦，好啦，继续安落去就袂用的。哇你到时咧煮火锅啦，咱有福利时啊，会使去买便当啊，你爱煮火锅。他也无叫我去食啦。喂，这问题大家拢提出来研究啦，吼，当然都会听各位老师的意见以外，我嘛是约几个学生啊，吼，来听我学生啊对校有什么款的建议。哦，真好真好。主任，你讲了对，我今日嘛有特别安排几个学生来要交你面会。要几要交啊？你交我面会时，我咧用关哦。要教你面，面单，个你面会是会不用，你面会是不用敲电话哦。要来这有剃头啊无？要来教。哦，你教官啊安尼啊？喂，来，咱头一位来，阿玉啊，来，阿玉，同学来，请坐，哎，祝您好，各位老师好。哎，有礼貌乖啦有礼貌，真好真好啊，。在查甫囡仔叫阿叫啊，是吧？嘛唔知阮阿公好诶，哟，系啊，啊你是目睭有安怎？你有过样啊？小我白来从这边出。不，你安尼我其实叫你来学啦，总讲你最近你家己感觉有啥物问题无？啊？
我最近伫班上无啥物问题，但是我个人的心情吼，拢愈来愈歹。哎呀，我本来平常时若无100嘛有99啊，哟但是我即马啊，你够臭屁啊！我即马上课，就算讲我足认真咧抄笔记啊是安那，我嘛是拢考7、8、10呢。哎，怕安尼。哦，你这个说问题算有较严重啊！你一直拢是咱这班内底成绩上介好。对啊，最近安尼，你安尼无够认真哦。无啦，趁主任甲老师伫遮，我甲大家讲吼，我感觉应该是一寡咱班上的一寡歹学生啊，甲我影响。我甲恁讲，我上课我足乖的哦，我拢伫遐抄笔记哦。我边仔的同学咧食便当，后壁有咧耍手机啊。哇，对啊，就安饲厝叫安尼，拢出一寡怪声，就足影响到我上课的情绪啊。哇，我感觉我应该是因为安尼较考无好。你这意见真好吼，我会交代恁迄个导师啊，特别注意这代志吼。啊，你就尽量莫让受到因影响，继续拍拼。好，哎，啊，等你吹吹考考的。好，多谢主任。好，主任谢谢，老师谢谢。来，教练嘛，教练嘛。来后这位，阿聪来，阿聪，哎，阿聪啊，运气爱好，结婚。哎啊！啊，你是买水无好哟，你行路太安尼啦。豆瓜，阿聪啊，阿聪啊，啊你看到主任甲老师，你是蛮拍一下招呼的啊？主任，老师乖乖乖，你是兄弟哦？无啦，唔是啊，你叫阿什么？阿聪啊哟。阿聪啊，今仔日找你来这小开讲，就是因为讲要了解一下你这在校的状况是安怎哦。你高一日入来校，甲即摆考试，你敢知？你的成绩无一改及格，你敢？你有啥物反应啊？我都无介意读册啊，是大概读拢无及格，规矩莫读。哦，放我轻松，唔通安尼，唔通安尼，拄则，拄则在阮在在讨论了。我看到恁咧校内底教室内底青年，还是做火锅，迄什么情形？火锅我摕啊，迄鼎了，甲迄螺拢我准备的啊。就是你。主任咧问你话，你讲安尼滚床笑？无啦，按高中生腹肚腰拄咧大汉，传一下食的物件，哪有啥物唔对？这囡仔咧要读有这所以伫学校你也无认真上课，炸鼎、炸火锅了来咧煮，等去厝个无咧学习去煲槟榔，去站夜店，了。主任嘛，这我无做啊，莫管住我身。我一届拄着你啊！喂，主任你家己读去我你讲人家足欢喜的，安尼得。一般啦，过这种年啊，我拢知影啦。哎呦，较注意咧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安尼成绩要哪会好啊？你即款来就是哦，猪肉无转袂出油啊。来，过第二句俗语，请了。啊，来，阿昌，来，阿昌，阿昌哎呀，安怎啊？你看到主任甲老师甲教官你是袂晓拍一下招呼的。主任教官老师，变两摕一口来。这好呢。我是看伊有炸来无？这学生我太了解，就你个月甲即摆考试毋捌一届及格，你敢知？我都无介意读册哦，无介意读册。哇，无介意读册，你就转学嘛？你学阮这要创什么话啊？搞到下个有力。迄个教室咧，内底咧青烟咧火锅，你管你班是咧创啥话？就我处理的。你处理的？大家拢会要哦。你两规家排摕来去教室煮。我嘛想啊。哎，讲个事啦，话个伫啊。是不是这个型？我怀疑你下课拢无等去厝。有啦。无，已经直接去迄个迄个哈。出去耍啊。拍七啦。哪人知？你刚刚拄着你啊！主任你冇去啊？你这款你有代志，伫学校无认真，等去厝也无认真咧学习，无管你成绩愈来愈无好，你这款就叫做猪头皮怎无油？拍拍过来！来，哇，这那拢是猪啊！拢猪啊！这个阿强的这个行为啦，吼，伫咧厝诶。也无咧学习，伫咧学校就已经无认真啊！这主任改骂哦，你这叫做猪肉无转袂出油。第一句，第二句叫做猪头皮怎无油。赞成第一句的俗语，听野手。哎呦，
哎，哎呦，按我徛过来，也这边。徛过来。恁两个算共一团的，恁两个兼共一个，来，你解释一下。这因为猪肉较有油啊。做无，猪头皮无油啊。你接了。猪肉就是有料的，你若无甲煎，伊就是袂出油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咧形容讲，其实你是会晓读册的，但是你就是无认真，无认真，你若是认真，就是有转，嘿，转落才会出油，转啥？煎啊，也是煎啊，转。这是一种形容啦，就是讲伊无认真啦，伊若是真正认真，迄油会掉出来。了解。所以猪头皮怎无油是恁三个讲的？所以我是感觉有一句应该最成这句的，牛牵到北京嘛是牛的感觉啊。我的感觉是安尼，因为猪头皮本早就无油啊，你安怎煎嘛是无油嘛。对，我的想法是安尼。我就讲猪尾怎无油啊？老师，不你啊？第一句是讲猪肉无全袂出油，就像咱种教囡仔嘛是共款啊，挂菜无白唔正长，啊囡仔无教就唔正人。哎呦，你看迄猪肉咱爱留落来，啊，搁去油鼎煎，迄是拢无好的环境呢。毋过就是因为你有料，啊有料就才有透都转油出来。所以有时候咱离校加减会拄着一寡学习拄着失败，毋过吼你有失败才会愈来愈厉害。所以有时候爱去学习，爱有料。有了才转有油，啊，另外一个是猪头皮转无油，嘿，因为现在少年袂晓想食了就唔正样啦，伊会甲乌脸伯共款，啊，以后拢无要读册啊，啊，有时册掀开就要想要困，啊，甚至来校煮火锅啦吼，我教册教30档，唔捌听过囡仔伫校煮火锅的，我实在嘛足厉害，所以来讲照这个演出内底的内容，应该是碰主任吼，咧嫌这个学生囡仔吼，猪头皮转无油。所以两句拢甲猪有关系啦吼，了解其中的意思就好。谢谢老师拍破。